继续来到花莲，当地一期的水稻啊，过一个月就要来收成了。但是最近陆续来出现着空包弹的情形。原来是清明前后，这个气温上低，水稻啊无法度来结穗。农委会嘛针对受风、玉里甲倒溪来公布着灾害救助的办法，每公顷上悬会当补助18000块。其他地区若是有类似的状况，农友嘛要赶紧去乡公所来通报。给乡长，给乡长。乡长一到位就赶紧叫伊来看，佮在一个月内都会当收成一期稻作，所以陆续发生空包弹的状况。没有米粒，这个打出来全部都废掉，全部都会掉。农民发现真侪稻米拢无结穗，大红的状况，试落去边边内面拢无物件。我自己本身种50公顷，有一半以上。太少。真正是愈看愈伤心。4月清明连假迄几天，气温拢伫18度以下，连水稻啊拢无法度完成结穗，包括寿丰、玉里、甲倒溪3乡镇，灾情是遍及140公顷。农委会已经启动灾害补助，每公顷相关是18000块，但是农民认为连油钱拢无够。像我们这样下去田里工作，没有，就那个油钱都不过那18000啊！哎，真的啦。但是说多多少少有补一点的话还好，不会掉眼泪的。县政府嘛希望农友赶紧向乡镇公所来通报，才会当量早启动救助机制来解决难题。